只係得 Pocket 4冇設備，一啲都唔犀利。好彩有 Tilta， 立即變得完美。先講佢輕身套裝，日常順行，輕鬆出街，又要靚又保護到成架機，再有個 mini 快開三腳架，正到痹啦。Protective travel case 係鐵頭功嚟噶，保護得貼貼實實，顏色仲要靚先死啊嘛。去旅行必要設備，再嚟呢就係鏡頭拍經場啦。係啊，以後想帶 filter 出街咧都唔使驚啦，因為全部都可以攝晒落呢個地方，隨時隨地啊都可以揀你自己想要嘅 filter 啦。哎呀，真係型到痹啊！哦係啊，再補充少少啊，後邊都可以攝鐵噶，仲有自己腳架，死未？哦，仲有要求喎，咁大型快開三腳架，睇怕都可以滿足到你啦，又可以調高調低。車上車下仲有乜嘢好拗啊？一帶出街啊，成條村都為你喝彩啊！嗱，仲有呢3個設備嘅，非常之好用啊！總言之咧，就令到你嘅創意咧就自由地發揮，要什麼角度都好，都可以透過佢哋啊幫你去完成啊。佢唯一個缺點就係冇嘢去做唔到，只要你自己諗唔到啊。咁當然啦，咁多架撐嘅一個好嘅包包，又硬淨又防水，成套嘢嚟拍大片咯。係咪好有 feel 呢？Tilta 好好。